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类嘅节目。今晡日嘅好生活事件，我大家来打嘴鼓，乜嘅东西咧？大家上看哦，係咩大白啊？嘅天時轉下開來看新聞嘅時節，從頭會看到像小朋友係聲音，受到苦痛安樣嘅新聞。大家看到嘅些新聞，頭是會想講，呢個社會有冇有安樣嘅事情？其實大家可能唔知吼，安樣嘅情形吼，對呢個社會制度其實係動盪嘅。所以今晡日咧，當大家來分享吼，係講你遇到安樣嘅事情，你容易來做，你也就乜嘅方法做得去請到幫助。所以今日咧邀請嘅來賓咧，非常嘅後生哦，唔過咧佢係當專業嘅督導人，係馬莎咧佢係兒童福利聯盟嘅周顯婷，歡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兒福聯盟苗栗工作站的宣婷，今邊同歡喜來到福喜來老大家打嘴鼓哦。宣婷真年輕向上嘅吼，係是。唔講你哋兒童福利聯盟做些有青年研究嘅係冇？有哦，青年研究，唔講你哋看樣像24歲聽聽嘅，跟你13歲啲嘅片做些係冇？係是。唔過其實你哋邊做些青年所以研究吼，算當久嘅哦，跟你中醫冇？有中醫一些係冇？係啊，老實說很喜歡呐，因為可以關心到青年的生活吼，還有老太年的做朋友吼，佢喺挨一下做亞沙講嘅嘅達啦，真的覺得知道親有加持嘅感覺係冇？係啊，親有加持。唔講我根本嘅吼，當來到呢一邊，然後理解鄉親朋友來討論小朋友兒童福利邊面嘅問題，會知道吼。啲台灣你什麼講台灣好誒？講其他嘅國家，比如講美國，像美國，你會知道講哇，一些嘅家長吼，係講一些做嘅事情吼，一下就好像馬上就會被抓去去問說，好像說對小朋友對一個小朋友有唔好嘅不適當嘅行為出現。比如說我曾經在這個節目裡面讓大家都分享過，就是我的這個舅舅在美國。對，然後有一天叫佢上班嘅時間，有某個小朋友就是在家裡哭都不看叫，其實起都講哇，這個不乖，爸爸要去上班，爸爸也上班的，你看安用英，他就把小朋友抓起來，往那個床上一放，好，可能是一丟，可能丟完他也馬上沒有多久，那個社工就來了，然後那個大家是來關心，他說，你對這個小朋友有不適當的，你講。不恰當嘅這個照顧嘅方法，可是，在台灣，好像我們很少去關心到這一塊，對不對？青少其實現在有越來越重視啦，因為一下兒童嘅權益有非常多嘅方向適當上細年生活習慣啊，也係太年嘅老細年安排動作補習啊，本身年動作嘅壓力等等嘅事情，太多就像細年嘅人身上嘅安全嘅問題其實一下台灣都有輕重視一下細年嘅權益嘅部分安呢度有兒福聯盟沒有一家研發嘅部門，專門就有啲做嘅兒童權益嘅倡導，還有研究就係來提醒，就是要來提醒我們社會還有家庭為來去重視要去了解細年嘅心度裡嘅想法，還有佢生活上嘅事情故所以一下那個台灣的重視是真的有做得比較好一點了，對，所以說其實共有小朋友真的要輕重視小朋友嘅權益權益了福利嘛，對不對？福利你把人講，比如講買東西嘅時間有消基會有消保法，嗰小朋友其實還是有一些小朋友該有的這個權利，對不對？其實你會知道講亞哈你會知道講，我不曉得。你有沒有這樣的記憶？以前給小朋友去學校讀書的時間，很多親頭嘅爸爸媽媽會講，老師先生，給小朋友迄個唔乖你就打，有冇嘅打吧？見把嘅小朋友轉來嘅時間，會發現個師傅也係個樹一零嘅有冇俾先生打？嘅爸爸媽媽會講打得好，打到親好，嘅聲音會高。其實亞哈都冇強用嘅，你會知道講亞哈嘅爸爸媽媽保護小孩子保護得很多，保護到親度。唔過除了爸爸媽媽保護小朋友這一塊，其實在這個社會嘅角度，還有親度的小朋友，其實是有數到。
你讲管教高头的情形，嘿，我们可以说是管教过当啊，管教过头就是适当的封闭，这样子其实对小朋友的心理影响很大。哦，冇错吼，因为我哋就伫个服务的过程中吼，就有发现啊，伫亚洲较无稳定的生活环境下的生年吼，就动容易会有对人啊，好像对事情的冇信任感，也系机会对自家有一个自卑感，冇心性，系冇心性，系啊吼，啊伫个交朋友上面啊，每位有困难啦吼，因为佢自家唔知按样去交朋友吼，啊伫个读书的上面吼，每位有明显的退步。嘿，啊，针对个较太的细年的吼，甚至就会有叫做冇去中不卡啊，吼，叫做冇去读书啊等等的情形，其实也对细年的以后的人格的发展吼，会有多唔好的影响。会有心态的影响。系啊，因为小朋友你想看啊，他从小应该是该迄轻快乐的台湾吼，唔过因为佢遇到安样样嘅问题，佢要知道佢心肝都会有创伤，对不对？佢压力会心态嘛。不然讲，可能我们等一下也有机会被提到的，其实他跟同学之间的相处，然后同学之间嘅相处啊，佢们唔对样嘅老人讲法，对不对？故说佢有心多嘅事情，佢会放到心里面。对不对？你一满意的时间，你可能也唔会让你讲，你越来越久，就积压了轻度的这种心思呀吼、压力呀吼，这样子就有可能会有心态的影响佢嘅成长、慎重的过程。不过，按用爸爸妈妈责任也很大呢，做两讲冇。做得啊，因为佢爸爸妈妈系些年的保护者吼，系些年的。家庭的守护者哈，故说形容的对生年的哈，其实对生年就会有同唔好，也系有同好的影响。不过这几年来，我们比较，他从家的谈到呀，看到嘅儿童的问题喺哪度较多？哦，呀哈其实啦有更多的儿童权益的问题哦，有普通台面上来哈，因为呀哈新闻面大家看到面人家长啊有压力哈，佢自己冇办法去解决，就会带生年去自杀，呀种新闻没有哈，也系讲叫做管教的问题哈，佢有管教生年用的东西啊哈，也系管教生年的频率哈，其实就有点管教高头的一种情形。你讲到亚洲情形，还要想到係細個時間有冇嘅青島嘅同學在意嘅時間，喺個唔怪，個爸爸媽媽會拿皮帶，有沒有？拿皮帶抽，也係講嘅水管有冇？水管有冇？拿起來就有冇？唔係做手嘅哦，因為可能爸爸媽媽要較做下嘅地方，要準備嘅做手嘅有冇？唔過像是水管啊、皮帶，也係隻隻要燙到，像這樣子。像這樣子是不是也不是按適當嘅方法做得很夠嘛？做對咯，因為吼一種嘅東西吼，其實會對生你嘅身體上會有傷害，係對心度咪會有多唔好嘅傷害。故所以你就會建議家長吼，你愛管教生年嘅吼，你就應該愛先去了解生年嘅心度伫個上乜界，係你咁唔會去打敗，你就會親子間嘅感情，咪唔會本身你。會輸送安尼。我說而家講到吼，也下生有輕度嘅問題，比如講爸爸媽媽係講有乜嘅自己有什麼樣的壓力呀，後佢要土定生意去自殺，有輕度呢，像係乜嘅阿媽、男孫呢，有冇跳樓嘅問題呀？按樣樣只嘅看新聞嘅時節也會看到，也係輕嚴重嘅問題吼。也係啊，因為阿爸阿妹帶生年去自殺啦，如果就是這樣子過世的話，其實就是很多條人命嘛。其實小朋友從小，其實小朋友都還沒有長大，他也還不知道這個社會是多麼的美好，其實就被大人就這樣帶着走了，真嘅，其實很可惜啊。不過你問問啊，都帶很用嘅家庭沒有安樣嘅問題。故說你像社工這邊也會比較積極的介入，也會比較了解說去主動去了解用嘅家庭，我們說是高風險。有高風險嘅家庭有冇？比如講像宣婷基本有準備呀，同大家來講，像高風險家庭，對不對？譬如說像是爸爸媽媽離婚嘅，這兩講冇？做得離婚啊，也係講離婚吼，喺本身你嘅生活照顧有受到影響，因為你就會去，我們會認為啊，會感覺到說，其實離婚它是一個生活的狀態。
你离婚不一定代表会对孩子有不好的照顾，而是说你离婚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还是说投入某问题啊吼，也係講你自家老不可能的關係唔好啊吼，也係講剛剛主持人有說到說，比如說還有吃藥啊，食藥嘅，也係個食酒，食酒嘅吼，唔係講總唔得食酒哦，因為你食酒係講是鐵道有嘅，你講有。就是有酒癮，有酒癮，食藥嘅有問題，食毒啊，食毒食藥有念頭嘅，按用人嘅可能嘅問題加太。係冇錯啊，他們這樣子就是會對小朋友會有一些不好的照顧，或是有一些管教過當的問題。哈，故說我哋都有個共向嘅家庭啊，佢簡單嚟講，就係屋企有發生壓力嘅事情，冇辦法去解決，去影響到細年嘅照顧。簡單嚟講，就做對很多高風險家庭。真的，不過其實針對一個高風險嘅家庭，我們還是有一些力量可以介入的，對不對？有啊，像我哋的苗栗鴉片啦，吼，就有啲嘅服務高風險嘅家庭，吼，一旦我哋就有接到通報哦，我哋就會有輔導嘅機制，吼，社工就會去負責關心，吼，比如講經濟啊、醫療啊、環境啊、就業嘅都可以有幫忙，係都會有資源吼來聽出一隻屋企做得去度過一難關，係，我說也真嘅係輕鬆嘅吼，因為吼。面對按到嘅高風險嘅家庭，其實佢也唔點用嘅啥，因為他覺得很無助嘛。所以說，這個時候像而家講到苗栗就有這樣的一個服務站，就有醫導嘅社工嘅朋友做啲介入，對不對？至少可以給一些意見，對不對？這是精神層面，但是還有實際層面的，對不對？他實際嘅要做得去聽數，做得好，比如像醫療的這個醫療資源的這個提供。如果老醫院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合作啊。假設說你讓他去看心上有困難，有錢的困難哈，讓他講你沒有辦法去看醫生啊，你還是說你有健保的問題哈，你得有社工啊，就做對有一紮資源哈，做對來聽數，我看你做對去看心上，嘿，沒有壓資源。對，譬如說像環境的問題，好像也可以協助做一些不好嘅清潔，做得人講嘛。應該會講嘅清潔，應該是說哈，你就做對去教家長用嚟去做不卡底部的事情哈，較有效率，做會較好，就是做一個示範啦。真嘅，你想看看啊，第一幕下地度有冇？爸爸媽媽唔快樂，嘅生意咪唔會快樂。阿公阿婆唔快樂，生意又唔會快樂。佢講爸爸媽媽有一些困難也係問題嘅生意嘅，佢壓力嘅心態有沒有？所以親到生意回到家說很怕親家看到爸爸媽媽嚴格，也係講發心態上有冇？爸爸媽媽非常大聲的講發嘅時候，小朋友其實是很害怕的，對不對？像安永嘅問題，其實還是可以借由這個兒童福利聯盟，對不對？可以說得到協助這樣子。其實說到這麼多，單槍黑安永嘅問題，其實有時候家長也是要負很大的責任，家長也是可以，也有可能會得到一些處罰的。哦，你會有啊，因為要他政府咩緊重視那裡條生理的權益哈，故說要他有定了一個法律哈，叫做《兒童與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其實這個法律就在保障生年呢，唔管係審法上哈，也係託書啊，也係啲嘅款型上嘅權益方面哈，就有當好嘅規定哈。故說啊，睇你對生年做唔錯嘅事情哈，就會有相關嘅處罰。真嘅係安樣哈，所以咧你個鄉親朋友吼，到底還有用因來關心你嘅生意，要了解安樣嘅法律咧，請鄉親朋友先聊下，你等下總會繼續再談。